歡迎返嚟財金導航。雖然新界面積比港島同埋九龍大，人口亦都係三者之中最多，不過講到戲院嘅數目喺新界，尤其喺北區就相對少啦。不過最近有院商就破天荒揀喺北區開新戲院。之前記者就訪問咗佢哋，聽下佢哋點解有咁樣嘅決定。現時全港總共有40幾間戲院，主要都集中喺好似旺角、尖沙咀同銅鑼灣等市區。喺新界區嘅唔算多，特別係偏遠嘅北區，更加係長年一間戲院都冇。7月中終於零的突破，呢間院商喺粉嶺開咗一間有2個影院，提供一共220個座位嘅戲院。院商話，當區嘅居民對有新戲院出現反應好熱烈。當我哋由第一日開始裝修，其實好多人已經係非常之關注，已經不停咁問我哋：你哋幾時開啊？咁直到我哋譬如7月1號嘅時候，我哋拆晒所有圍板，等緊個牌照嘅時候，我哋就做咗一啲嘅 early bird 嘅會員嘅招募啦。我哋喺1個月內收咗1萬個會員啊，淨係單粉嶺嘅居民。同其他零售行業唔同，開戲院相對難揾鋪位，好似為咗可以安置大銀幕，樓底一定要夠高。鄧小慧話：幾年嚟公司都一直有留意喺北區開戲院嘅可行性，但係由於區內大型商場唔多，符合條件嘅鋪位欠奉，所以一直都未能夠成事。直至舊年就終於物色到呢個其實喺10年前同樣都做過戲院嘅位置。商場嘅配合咯，因為其實要起戲院呢個樓底起碼要5米以上先至起到啊。咁變相唔係個個商場佢哋會諗住擺間戲院落去，就同你整定一個廊可以有4-5米，有成5米以上嘅高度俾我哋咯。鄧小慧透露，新戲院嘅投資額要過千萬，預計回本期要3至4年。而要決定戲院落戶邊度，要先睇有冇足夠嘅客路，另外就要睇客路嘅年齡層。而北區有唔少屋邨，年齡層比較闊，需求好大。因為其實就係呢個區而家暫時都仲係幾真空下，30幾萬人口得200幾位。譬如我哋荃灣，你睇荃灣區，佢20零萬人口，咁佢而家現有都有2間戲院，大概係提供到1400幾個座位。咁變相其實係而家依邊係仲係有個好供不應求嘅情況出現啦。咁係變咗對戲院個需求都仲係需要咯。年底前會有另一間院商喺同區開新戲院。鄧小慧認為北區長期缺乏戲院，就算有競爭者加入，呢度嘅發展空間仍然好大。加上公司嘅戲院近港鐵站，交通方便，相信能夠吸納埋隔離上水同大埔嘅客源。如果由呢度搭車去最近嘅一間戲院呢，去到沙田，起碼都30分鐘，來回已經嘥咗1個鐘頭。咁同埋出面嘅票價亦都相對地係貴嘅。同時佢哋亦都將早場時間再提早，增加收入。我哋其實而家可以開到由朝頭早8點15分就開到夜晚12點幾，即係我哋可以做2個超早場。反映區內其實平時佢哋可能啲客出開去出面睇早場，咁佢就可能早少少嚟到我哋呢度睇，又慳啲又平啲，亦都唔使再 travel 出去啦。咁變相呢啲咁嘅超早場呢，亦都有佢一定嘅客路咯。戲院喺正暑假旺季開幕，自然吸引到大量家庭客嚟捧場。鄧小慧話：稍後再觀察埋平日戲院嘅生意情況之後，會再作策略調整。如果理想嘅話，佢哋會繼續喺北區其他地方，希望多開2-3間戲院，滿足區內需求。